歡迎大家嚟到帳諾教室。喺帳諾，你可以輕鬆投資香港、美國、新加坡等市場嘅多種金融產品。開戶只需要簡單3步：預備資料、填寫資料同埋核對身份。首先，開戶前要準備好你嘅身份證、電話號碼、近3個月內嘅住址證明同埋你本人名下嘅香港銀行卡，咁就可以去手機 App Store download 帳諾全球通 APP 啦。download 咗 APP 之後，打開 APP 自選頁面，並且撳右下角嘅開戶按鈕，再撳立即開戶，喺呢度進入註冊或者開戶頁面，係註冊頁面，輸入你嘅電話號碼，記得閱讀同埋同意申請須知同埋重要提示約束，跟住選擇港澳台及海外地區開戶。喺填寫個人基本資料之前，請放心，帳諾全球通會嚴格保護你嘅個人私隱。如果你係香港居民，可以選擇香港居民身份證或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。如果你唔係香港居民，但係海外居民，可以選擇護照或者其他身份證件。如果選擇香港身份證，準備好證件，打開手機相機，喺指定範圍內依次影低身份證正反面，記得確保張相嘅清晰度。請檢查補充其他信息，於底部揀選是否同意接收帳諾信息，撳下一步上傳證件照片，跟住上傳你嘅身份證相。如果你已經係一開始上傳咗呢度，可以直接撳下一步通訊信息。填寫住址信息嘅時候要揀居住地，填寫居住同埋郵寄地址。提醒下大家，居住地址需要同地址證明保持一致啊。然後上載3個月內嘅住址證明，留意證明文件需要顯示清晰嘅機構名、月結單日期同埋姓名，可以參考下面2張示例。我哋需要知道你嘅真實信息，填寫職業、財務、投資狀況，並且確認背景信息。確認背景信息無誤之後，就可以撳我確認啦。完成之後就可以選擇帳戶類型，即係現金或者融資交易。如果你想開通衍生品交易權限，請優選並且完成評估。記得認真閱讀，然後依次序確認有關文件同埋要簽署嘅表格。優選我已經閱讀並且同意所有協議，我的電子簽名法律效力等同於手寫簽名，然後完成個人電子簽名。恭喜你，咁快就到咗開戶嘅最後一步啦！你可以選擇一種適合你嘅身份核實方法。只要綁定你嘅香港銀行帳戶，開戶流程就進入尾聲啦。入金方式上面，你可以選擇使用一鍵入金 EDDA 或者手動轉帳。你可以喺綁定香港銀行帳戶嘅時候選定一鍵入金，並且填寫你嘅銀行卡信息，撳完成。睇下開戶一啲都唔難，我哋會盡快審批你嘅開戶文件。3分鐘開戶係咪好簡單呢？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者意見，都歡迎留言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